大家平安出头天，我是贡推。咱顶摆讲整小分帖有一个紧快的手路，若要明白这个手路，大先要知影优句列的算法。检菜有三条小 A、B、C， C 通交分 A，C 嘛通交分 B， 安尼 C 合作 A 甲 B 的顶小。看一个例，设数 A 是12， B 是18。Z 通交分12， Z 嘛通交分18，所摆 Z 是12甲18的顶小，2、3甲6拢是12甲18的顶小。这四条小例外，无别条小会使甲12甲18拢交分。看这顶小的列单 ，Z 通交分6， 2通交分6， 3通交分6， 6嘛通交分6。就是顶小内底有一条通互所有的顶小交分，这条顶小叫伊大顶小。一般的照英语的头文字叫做结车类 ，A 甲 B 的结车类，就是 A 甲 B 的大顶小。来看这大顶小的性质，大顶小有交换律，大顶小有结合律，大顶小对生法有分配律。若 A 毋是0 ，A 甲0的大顶小拄拄是 A 的绝对值。A 添 M 乘 B， 再来甲 B 算大顶小，安尼所得有缘是 A 甲 B 的大顶小。要算 A 甲 B 的大顶小，也通甲平音较细的小一条一条分音，取迄通交分最大的小。总是伤够工，有大紧快的算法是优句列所发明。所摆叫伊优句列的算法。咱来生一个小所正的列单，叫伊 R。R0 边边 A，R7 边边 B，R2 边边 R0 分互 R7 的春小。事实 R 加就边边 R 加减2分互 R 加减7的春小。安尼算落，将其尾的交分，就是有一个 N。和 Rn 边边0，这阵 Rn 减7就是 A 甲 B 的大顶小。要来证明这优句列的算法有影通找到大顶小，大先咱讲迄将其尾的交分，敢有影？若准讲无通交分，就也毋知当时爱停，就无通找到迄大顶小，所摆就爱来证明伊的交分。咱会使讲 A 较大还是边边 B， 因为大顶小有交换律，若 A 较细 B， 咱就甲 A、B 相换，安尼的确就 A 较大 B。来看 R 加迄步，照优句列的分法，就是 R 加较细 R 加减7，搁 R 加至细是0，这就是数学骗子，就是迄下限无变。顶限哪来哪细，将其尾就是 R 爱是0，意思是 Rn 减7会使甲 Rn 减2交分，这就证明有通交分，找会到 Rn 减7。过来要讲这 Rn 减7边边 A 甲 B 的大顶小，因为 R 加是 R 加减2分互 R 加减7的春小，照优句列的分法。R 加减2边边 Q 加乘 R 加减7加 R 加，所摆 R 加减2加 R 加减7的大顶小，边边 R 加加 Q 加乘 R 加减7加 R 加减7，这两个的大顶小。照之前所讲大顶小的性质，这边边 R 加加 R 加减7的大顶小，利用大顶小的交换律。就边边 R 加减7甲 R 加的大顶小，看这 R 的列单，凊彩两条 R 的大顶小，边边迄后一步两条的大顶小，甲这个性质两边塞到前方，就是 R 甲 B 的大顶小，边边 Rn 减7甲 Rn 的大顶小，因为 Rn 是0，Rn 减7甲0的大顶小。就边边 Rn 减7的绝对值 ，Rn 减7是正的，取迄绝对值也无利益，就是
r 甲 b 的大顶小偏偏 r 如 n 减1。咱讲优孤列的算法是大紧快的法度，安怎讲呢？来看一寡例。检测要算 r 甲 b 的大顶小，咱讲 r 较大 b， 若是 r 偏偏 b，r 甲 b 的大顶小就是 r， 也免算伊。若是 r 较小 b， 照大顶小的交换率，甲 r 甲 b 相换才来算就好。所摆 r 较大 b， 搁 b 毋是0，若 b 是0，大顶小就是 r， 也免算伊。安尼质数的 b 是7，质数的 r 是2。要算2甲7的大顶小，就开一步；若要算3甲2的大顶小，就开2步；若要算5甲3的大顶小，就开3步。咱生一个元素叫伊 a，r 甲 b 的 a， 就是用优孤列的算法，要算 r 甲 b 的大顶小，爱开几步去算。安尼2甲7的 a 偏偏7，3甲2的 a 偏偏2。5甲3的 a 偏偏3，这 r 甲 b 的额哪大，检测就愈够工。若 r 甲 b 的额有几啊百万遐尼大，咁就爱开几啊百万步来算。免，一加34步就要甲伊空少起来。这有通证明。咱讲伫 r 较大 b 的组合，若是 r 甲 b 的 a 偏偏 n， 就 r 偏偏也较大。n 加2的斐波那契效，搁 b 偏偏也较大 n 加1的斐波那契效，用数学的规律来证明伊。若 n 是1的组合，这个命题生做安尼：若 r 甲 b 的 a 偏偏7，就 r 偏偏也较大3的斐波那契效，这是2；搁 b 偏偏也较大2的斐波那契效，这是7。敢有影？拄则咱讲。要用这优孤列的算法 ，b 质数是7，r 质数是2。不管 n 是偌济 ，r 就偏偏也较大2，b 就偏偏也较大7。可见，伫 n 是7的组合，这命题有成立。数学的规律的第2步，准讲 n 偏偏7到 n 偏偏加的组合，这命题拢有成立。就是讲，若是r 甲 b 的 a 偏偏加，就 r 偏偏也较大加加2的斐波那契效 ，b 偏偏也较大加加1的斐波那契效。伫 c 甲 d 的 a 偏偏加加1的组合，用优孤列的算法甲伊做一步，就是 r0 偏偏 c，r7 偏偏 d，r2 偏偏 c 减 q2 乘 d。为遮过来。可比用优孤列的算法去算 d 甲 r2 的大顶小，算迄爱开几步？咱讲算 c 甲 d 的大顶小，拄就开加加1遐侪步。当开一步去啊，所摆 d 甲 r2 的大顶小，拄就开加遐侪步去算，就是 d 甲 r2 的 a 偏偏加，可见 d 偏偏也较大加加2的斐波那契效。r2 偏偏也较大加加1的斐波那契效。当 r2 偏偏 c 减 q2 乘 d， 就是 c 偏偏 r2 加 q2 乘 d。因为 c 较大 d，q2 至少的值爱是7，就是 c 偏偏也较大 r2 加 d。咱讲 r2 偏偏也较大加加1的斐波那契效 ，d 偏偏也较大加加2的斐波那契效，所摆 c 偏偏也较大加加1的斐波那契效，添加加2的斐波那契效。这加加1的斐波那契效添加加2的斐波那契效，偏偏加加3的斐波那契效，就知 c 偏偏也较大加加3的斐波那契效。搁拄则有讲 d 偏偏也较大加加2的斐波那契效，可见伫 n 偏偏加加1的组合，若是 c 甲 d 的 a 偏偏加加1，就 c 偏偏也较大加加1加2的斐波那契效 ，d 偏偏也较大加加1加1的斐波那契效。这命题有缘成立。照数学的规律，就是不管 n 偌大，
这命题拢总成立。若看即条的五命题，伊就生做安尼：设数 r 较大 b 较小 n 加一个斐蒙那七小，安尼 r 甲 b 的 a 较小 n。咱永摆迄斐蒙那七小的影片捌讲着，加的斐蒙那七小边边非未成加，分互5个平方根除正效，就是加边边5个平方根乘加的斐蒙那七小除对数，分互非的对数除正效。可见 r 甲 b 的 a 是 b 的对数的大分乌，的确是大紧快的法度。安尼明白这优矩列的算法，后回咱就会使来讲迄个素数分拆的手路。今仔日讲到这，感谢收看。若有意见请留话，咱后回线顶再相会。